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5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中国商务部宣布对台贸易壁垒调查，认定台湾单方面限制中国2000多项产品。地面产业批评讲，这就是政治操作。观光署定出600万名外国游客来台湾观光的目标，今下晡达成。上爱来台湾佚佗的是香港人、日本人，也有韩国人。国中生摕到全国学生美术比赛漫画得优，祝贺棒前批评讲是咧考试过路人。潘文忠今日出声甲学生授权。中国商务部今宣布对台贸易壁垒调查，认定台湾单方面限制中国2509项的产品。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也甲中国发声，唔通搁再政治操作啊！认为这中国是故意闪开 WTO 机制，对经贸往来拢是不利的。台湾各部会拢会有所应对。啊，那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表示，调查结果使人遗憾，建议政府加强找出出口市场分散集中的风险。中国商业部4月公告对于台湾启动贸易障碍调查，今仔日提早对外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台湾对中国贸易限制的做法已经构成贸易障碍。绕开 WTO 的机制，那进行片面的政治操作，这对于正常的经贸往来不利。我想中方应该停止这样的政治操作。那我们各部会有相关的因应。我方随时准备好。跟对方在 WTO 的平台上来进行讨论所有的贸易争端，会随时跟我们的产业来讨论，用我们各种的政策工具来协助业者。中国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单方面限制真济中国产品输入范围，还有扩大趋势。到今年11月底，包含肉加食用肉类、肉鱼制品，还有钢铁电机，拢总2509项中国产品限制进口。又提出无符合海峡两化经济合作的协定 ECFA， 认为损害中国产业利益，嘛损害台湾消费者的利益。这个是比较遗憾一点，希望能够有机会双边再好好来沟通弱势的这些农渔业了。希望政府能够有一些那个。对调查结果，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感觉遗憾，因为中国甲台湾是上大的贸易友伴，也是台湾上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专家认为，台湾的石化、工具机甲纺织可能会受到贸易障碍调查出现关税损失，就连中小企业嘛要提早因应，才会当降低影响。让我们的这些中小企业知道说，假设真的中国在选前，不论是选前或选后，真的对 ECFA 现在的厂商去做一些制裁的话，政府可以马上提供可以应急的措施是哪些？那我觉得就有助于去降低大家现在的一些不安的感觉。刘委会认为，中国故意无要用 WTO 贸易争论机制，明显有政治目的。专家认为，明年的总统大选结果，恐惊原来影响中国贸易障碍的限制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讲台湾单方面限制中国产品变做是贸易壁垒，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就批评讲，中国行为就是公然介入选举。另外，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登咧中国参访，民众党的郭文哲就讲，那也有买办的文化，这互怀疑，伊也趁机会宣传，讲家己是上高处理台美关系候选人。另外，国民党校友期去到婚林拜票，前县长张英美来甲小天，展现团结的气氛。连三天无所无行程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出现在同样门，受到支持者的欢迎。对中国在台湾大选前29天宣布认定台湾对中国构成贸易壁垒，刚好是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正在中国参访。赖清德批评中国种种行为是公然介入选举。如果有任何贸易的争端，应该寻求世界贸易组织的机制，不应该在选前1个月刻意公开发布，企图影响选情。这个是公然的介入台湾这场选举。夏立言此时此刻前往中国大陆，也起人疑窦。民进党郭文哲是到宜兰由东来过亚境选情，被问到夏立言访问中国引起议论。郭文哲讲，国民党有买办的文化，才互台湾人民来怀疑，并且自认是上会中理甲中国、美国关系总统候选人。你跟我讲话还是有诚的，你真的跟我讲，我会明白告诉你。我有些也跟美方保证 no surprise。对中国的交往，我不会因为跟中国有交往失去台湾人民的信任，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国民党侯友宜的专台超量拜票之路来到第3天到云林，伫政车顶面沿过用乡亲拜票，县长张立宪专程陪同，家己出身的侯友宜就人亲土亲，积极有关加中南部选民的鼓励。听到咱南部足侪人民的声音，向老农津贴会当提悬，农民欠工，公粮收购价钱要提高。我身为伫南部出世的，关心咱所有拄到的问题。因为原本支持郭台铭的前县长张荣美也头出来出现，甲侯友宜斗阵，更加斗阵化当选，展现国民党团结的气氛。新的出身郭台铭支持侯友宜，张荣美讲的身份的邀请，相信郭台铭重要时刻的力量对侯友宜的帮助是真大。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明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打算要投入美金115亿，伫印太地区对抗中国，而且会强化台湾防卫。授权美国国防部替国军建立专业性的培训计划。总统蔡英文今去到台中，缅甸第4营这战术任务训练，用完整的战场情报准备，制定各项的作战计划，期待在快速变动的局势当中，更加精进。经过蔡总统发的点心，国防官兵真欢喜，因为因是拄结束为期11天战术任务训练的陆军特战指挥部第4营部队内底有女兵加军事训练的一男，全部拢派行军的海报也个步枪。以高昂的士气、机敏的应变能力，展现扎实的训练成效，一一完成了各项任务。那么在这里，我要恭喜各位。蔡总统肯定第4营以实兵实车实战的方式严正作战的实相，因为中国既然继续侵扰台湾海空域，国防部公布15透早开始陆续查到中共歼10架无人机及国型机，其中10架超越海峡中线，并且有强难配合执行联合的战备警巡。军事粉砖则是也记录到中共驱逐舰、护卫舰加补给舰这3只军舰伫台湾东北角海峡由南向北航行，传出咱海军空定级巡防舰就军监控。因为美国参众议院是拢通过2024在前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内底也规划有算应用中国的威胁。法案总金额达到8863亿美金，总统拜登签署了后就发布生效，其中有计伫印太地区投入大约115亿美金，对抗中共慢慢增强影响力，并且强化台湾的防卫。Trains and equips Taiwan, including enhanced cyber cooperation with and prioritization of aid to Taiwan. 法案内底有关台湾的部分，授权美国国防部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性培训的计划，加强美台军队互通性，扩大军事网络安全合作，加督促对台军售进度。包括各类的鱼叉飞弹，加快这个交付的时程，以来抵抗中共这种就是可能的2栖进犯。我们也会持续依据敌情威胁跟防卫作战的需求，来务实的建军战训整备等各项工作。国防部指出，该法案对着提升国军整体训练效益，也个联合作战的能力有帮助。对着美国国会用实际行动建设台湾的国防实力来表达诚挚感谢。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观光署定出今年600万名国际观光旅客来台湾的目标，下步已经达成啊！是一名对新加坡来旅客，伊是含厝内面的人来到台湾观光，这已经是来第4届咯。观光署也讲，明年要拼1200万名的国际旅客这个目标。交观光署含赞助厂商送的归纳纪念品收落来，其中包括4大国际航空提供的无限航点来台机票。到伫新加坡的诞生是今年入境咱国的第600万的观光客，一家伙是人来佚佗，嘛是第4摆访台。是要去阿里山、太古阁，然后回来台北。这次我来，我们是去清境，我觉得清境很美啊。喜欢台湾的什么地方或者是什么小吃？小吃欧亚米耍吧，对，然后很多景点还有风景今年600万的观光客来台的目标是提前半个月就到目标。分析旅客的来源，第1名是香港客，到10月已经有86万外人；再来是日本游客，有68万5千外人；韩国客嘛有超过55万人次。交通部观光署宣布，明年会以疫情进前的规格，设定1200万观光客来台的目标。对过去捌是上大宗入境旅客的中国客，明年敢会来，目前嘛在沟通。观光小两会，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彼此的这些讯息，能够释出更多的善意。3月的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确定是开放，那么也期待大陆能够更好的回应。我们也可以去强调，我们是不是可以吸引到所谓的顶级或者是富裕的观光客来台湾？怎么样提供非常有质感，然后呢也非常与众不同，而且是客制化，甚至是个人化这样子的旅游模式。学者建议发展高端的旅游市场，除了成金字塔上顶悬的旅客，嘛当提升台湾旅游环境。目前较紧做的，就是若观光市场接待量能无够，就算一大堆旅客来，嘛无法度应付，将会较紧解决观光业的欠工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伫桃园有一名国中7年级的学生摕到全国学生美术比赛漫画的得优，说互网前质疑讲是咧画图考试这过路人有帝王条款，说引起无共款声音的讨论。教育部长潘文忠总算出声来甲这学生支持，伊是强调讲种项的依持也爱甲学生鼓励。高中7年级的学生以帝王条款为主题创作，摕下112学年度全国学生美术比赛高中组红仔画得优奖。学校原本伫面册显示文理，却是引来网友批评。有性格小调，15早起重新伫面册显示文理来祝福。他在绘画创作是让我们值得肯定的。我们就觉得学校只是贴一个恭贺孩子得奖的文章，造成大家社会舆论的互相的讨论的过程。我们要表达这个事件，让我们表达说我们感到歉意的地方。显出这个文理说明学生创作动机甲灵感，要学生的感言，讲会快乐来创作落去。校长转达，迄种的学生比大人想的较乐观正向，也过对家己选择社会议题来创作，却是引发这么大效应，却是无想到的。其实孩子真的不知道社会对议题的讨论要这么广述，或者对法条这么清楚，什么礼让或跟停让，或许是我们该教育他的，我们会跟他理解。高中生红仔画学奖得到2种无同的讨论，教育部长潘文忠头一摆表示支持学生创作。潘文忠讲，对作品确实看到作者本身经由日常真有的观察，经由这个红仔画创意来呈现，也若奖项是无立顿来这个问题。教育部的态度，就是支持学生能够在这个创作上的表现，他相关的这些创作的内容，并没有违反简章里面所提到的有临摹啦或抄袭的这个现象。我想这样的奖项要维持，也应该给学生鼓励。根据全国学生美术比赛办法，除非互人检举是模仿抄袭，代替人写确认才会获这奖项。因来办法一日开始就讲，上重要就是原创性加独特性，就是咧强调囡仔创作的自由。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地检署有一个性感的检察官办案方式引起争议。过去就捌传出用无正当的手段逼人认罪，一直做校保检察官无法度升官。最近伊的校保成绩第2届审查犹原无及格，无通过，上严重可能会解除职务。笑甲真鄙视，伊是新北地检署世间的检察官，做遮侪年校保的检察官，2当前送成绩审查无通过，即马第2摆送审，阁互新北地检署拍转来，做落来可能要面对改职。目前我们把案件就送出去了，就是认为他综合成绩审查未达标准，所以送人事成议委员会审理。这个检察官过去办案的方式就捌遮争议，以定的被告讲白贼，以不正的信问逼认罪，佮乌白骂律师，互顶界法院来罚钱，2摆承认拢调伫遐。其实四类的审查拢合格，偏偏综合成绩的审查对办案品质、敬业精神、品德操守和学习能力，这指标拢无到70分，无合格。书类还有成绩的送审，它其实会发挥一定的考红跟考核功能。那我们更要去思考的是，这个检察官在检察署那么久，被他办案办到人民所造成的痛苦，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更早的解决？除了用相关审查淘汰无适任的司法官，民间司改会嘛建议讲，顶级的监督机制搁强化，尽早发现问题。这摆检察官的人事审议委员会开会复议，只要法务部核定了后，2摆校保无过，伊嘛会变作史上第1个防行政改革的司法官。记者综合报道。
台东的往来设客开放会当销对中国去，不过头一批互中国海关验出有这孤神。县政府呼吁农业部的防检署就要加强检疫。不过这防检署是强调，中华本地就针对这水果检疫部分，就要恢复这技术性的对话，要有一个标准。目前事先增加3倍的采样检疫。也第二批3个货柜20多吨往来设客也要送出去啊！农民表示讲，对新的清洁流程有信心，会当顺利送到中国。台东往来设客第二批高销去中国的3个货柜，20多吨的高品质往来设客15装1月2种货柜，县政府大场举办封柜仪式，要勇敢销去中国超市。重启外销对于我们这个4家市的获利是好的，对我们的农民也是好的，所以品质的要求，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之前本来就是我们要做好的。不过顶礼拜头一批销去中国批发市场的往来设客，去互中国的海关验出有孤神，互人退运。县政府要求防检署加强检疫，无合格就唔通放。防检署14声明，即马往来设客出关的检疫会加3倍检验。这个第二批外销的农民是讲，虽然有淡薄仔烦恼会个人验出来。不过对县政府甲台东大学合作研发新的虫害清洁流程有信心，还是会担心的。不会，因为我们这次有在那个清洁方面都有特别的加强。很感谢他支持我们的政策，提高品质，为的就是希望能够减少有害生物。防检署严格检疫部分往来设客包装厂认为可能会增加人力甲材料的支出，不过姚庆玲是讲，若是有必要，县政府会予因必要的协助，也呼吁农民加强清除孤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这个时阵是国产早仓葱头采收的季节，这早仓主要产地之一有彰化新港。今年因为这暖冬加上9月有风台影响，产量减袂到3成。因为这量少，价钱有起小快，一斤伫咧30块左右。农民也讲，这气候反常，农村欠人，葱头是愈来愈歹种。农民无用地田内靠葱头，即阵当是彰化新港葱头采收的时阵。农民表示，受到9月小肯风台的影响，今年收成大约减少3成。今年真歹过，做风台足歹过咧。咱咧小泉台风啊来甲咱搅乱啦。大家今年拢减收啦。差不多减收偌济？有减收真济，有3-4成咧哦。台湾国产的葱头有分早葱甲晚葱，彰化新港算是台湾葱头上早收的地区，绩效会较好。但是拄到风台大雨，也是葱头着病小脏的风险就较悬。尤其农村人口老化，要找工人就爱排队等候。真歹找啦，工价佫贵啊，佫真全都老伙仔拢有休困啊，无爱工作。开始咧种的时阵，就已经欠工啊，欠到即马咧采收嘛是也欠工，所以农友拢是爱轮咧，大家一样咧轮流来采收来种作。农民表示，种葱头就爱按规工，真忝头，毋若工恶吹。葱头适合寒冷的天气，即阵气候反常，今年的12月天，佫亲像火烧煲，葱头是愈来愈歹种。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2020年初，伫咧台东跨沙死亡的海洋幼囝，经过海保署生态鲸豚中心等单位产官学合作之下，开辟到4年时间改变做标本。今日伫咧屏东海参馆展出，也因为这只海洋会死是去互水啊低调的外有故事，也要互民众了解到这海洋废弃物的危害，也个海洋永续的重要性。海洋有够大，骨架是吊伫空中，但是真正的头骨，所以这金属的架啊，经伫遐，保存伫玻璃电视柜内面。头骨顶端有一个超过10公分猫落去的所在，互参观者看到海废的杀伤力。人类为什么要把用不到的绳子丢进海里面？然后他就缠住它，就没有跟上他的家人。2020年1月，当20公尺、差不多2岁的海洋仔囝，是靠大死伫台东，先是喙互锁啊扣掉的，就安尼夭死。海保署生态海洋海池中心这单位合作，开辟4年的时间，克服制作工法和保存这难题，做出第一个海洋骨的标本。湿加热加阳光3个就是骨骼的大敌人，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如何去做细部修正，然后找到适合台湾自己的参数。
台湾第一摆记录到的海洋柯达个体，红送去屏东海参馆组装，模拟海洋畅水的型，15是正式展出。因为海参馆就伫个日治时期，红叫做海洋故乡的恒春半岛，嘛互这展出真有意义。以前就是有非常多的鲸鱼，对我们当地的民众知道说。我们这里本来就是鲸鱼的故乡。那对于鲸鱼的保育、环境的保育，更要是非常急切的事情。海洋是世界上上大的动物，全球公开展示的完整标本差不多干那25件。台湾产官学做合作完成标本，和海洋的镜用另外一种形来呈现，嘛用这来提起大家海洋永续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这则新闻，讲到这罗西亚总统普廷伊伫14举行入侵乌克兰以来头一场年会记者会。普廷表示讲，就算罗西亚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也有排斥，罗西亚对乌克兰的目标犹原未改变。伫这寡目标实现进前，未有和平的迄一天。俄罗斯主要电视频道10时暗时宣布直播甲普廷连线的特别节目。去年这个节目因为支付收复东部甲南部大片土地来取消，即马战争发生将近2年后，普廷可能感觉运气搁转来啊。乌克兰的最新攻势无法度突破俄国的坚强防线，国家西方的盟友支持也当伫减少。专长4点外钟用心策划的马拉松记者会，大部分集中伫普廷所讲的特殊军事行动。Я еще раз говорю, протяженность линии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свыше 2000 километров. В зоне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ходится 617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группировка. 617 тысяч. 普廷讲，一直到乌克兰企图纳粹甲军事统治，维持中立地位的目标达成，才会有和平。Но мир будет тогда, когда мы достигнем своих целей, о которых вы сказали. Теперь вернемся к этим целям. Они не меняются. Вот я напомню, о чем мы тогда говорили. О денацификации Украины, о д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о ее нейтральном статусе. 普廷无讲俄军具体伤亡数字，敢若表示伊周围亲密人士的囡仔伫民间军事公司工作，有几多人死亡。这礼拜公布的美国机密情报报告，讲有315000个俄军死亡还是受伤，差不多是军事入侵开始兵力的90%。普廷阁提起加沙的局势，形容讲迄是一场规模无法度甲乌克兰冲突比拼的灾难。另讲到经济时阵，普廷讲，虽然去互西方经济制裁加政治孤立，俄国也是会当向前行。佮讲强化俄国的主权是伊入主克里姆林宫第5个任期主要的目标，这代表增强国家防卫能力甲外部安全。俄乌战争开战了后，各种有关普廷破病倒伫眠床未振动，也是死亡这个消息真济。佮讲有替身。记者会就特别安排普廷甲 AI 版假普廷对话顶面，伊看一个，只下牙咬望一个下海讲，敢若一个普廷。佮讲这是伊头一届见到分身。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以色列对加沙地区这战火吹到紧绷了后，也引起国际社会攻击。这战争伫咧前巴勒斯坦的传统头巾工厂，说是真无用，是因为军将会把代表巴勒斯坦有各家花草的头巾，表示声援，而且要求爱停火。就工厂表示讲，等待要出货人伤过济啊，可能爱等几落年才等得到。一部机日来回运作，老西手提针线，提出一条一条的假文。位于约旦河西岸一间工厂，是巴勒斯坦领土上唯一留落来的传统头巾库菲亚工厂。过去2个月个，因的订单增加真多，生产速度已经赶袂赴出货。以色列和哈马斯袭击对加沙展开激烈的轰炸了后，各地掀起声援加沙的声音，也有游行运动，其中不少人的包也是为代表巴勒斯坦的乌贝基亚文库菲亚表达支持，要求停火。It became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flag. It's a flag that looks nicer than a flag, and you can wear it, and it's more practical. 库菲亚是中东各民族头巾统一的称呼，无同的所在有无同的色地，亲像乌白、红白也是全白。乌白格纹的库菲亚原先是巴勒斯坦农民的传统围巾，后来加做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标志，意义相当巴勒斯坦的国旗。已经过身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伫公开场合头壳暗棍拢会为这个库菲亚。Significa resistência, luta de povos que
querendo ou não, conseguem de alguma forma resistir ao colonialismo, que é algo tão bruto, né? Algo tão brutal, você perder o direito à sua terra, à sua história, à sua cultura. Então eu acho que isso daqui carrega esse peso, o peso da liberdade, a verdadeira liberdade. 巴黎斯坦库菲亚工厂的经销商指出，过去2个月的订单增加真多，以每个月5000到6000条产量，有计爱几多年的时间才发到甲这回出完。 We have at the moment more than 200,000 people who inscribe themselves on kufia.org on the Notify Me list to get a kufia. 也不过围挂库菲亚冒风险，像有一寡政治立场激进的人士会挑战攻击围挂库菲亚人。另外一关德国甲法国警方强调，这边卖假面炸掉咧，地头金无违法。也不过事实上，对以下爆发冲突到即阵，以外有数量不明的抗议人士，因为唯一也是伫库菲亚立方警告罚款也是拘留。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 日本一个美国职棒大联盟球星大谷翔平签10年美金7亿的契约，加入洛杉矶道奇队。大谷翔平表示，讲这道奇队甲伊同款，真注重输赢，这也是伊加入的原因之一。穿着道奇队白蓝色的球衫，日本籍倒拍2刀流球星大谷翔平，则是出现伫道奇办的加冕仪式。 大谷甲道奇签一份10年7亿美金的天价合约，因过伊讲，伫咧谈判过程中，有几多支球隊高層有甲伊見過面。お願いしますという契約をしますという決断を伝える前の日の夜というか、発表したのは次の日のお昼なので、その前の晩ですかね。あとは決断理由ですか？因那到底有偌濟球隊和大谷伫咧境，伊無願意加講。 伊敢若讲會選道奇，是因為伊過去一直攏以誠濟世界上好的球員做目標，也正希望會當摕到世界大賽冠軍。伊希望會當誠濟摕冠軍隊伍內面重要的一份子。先ほど見た通り、ドジャースがこれを持ってるからというよりかは、そうですね、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心に残ってる言葉として、オーナーの方もマコールターさんも含めて。 この10年間、ドジャースが経験してきたこの10年間を、彼らは全く成功だとは思ってないっていう。根據道奇隊隊醫講，大谷翔平今年9月20時陣，正手有動過手術，應該會完全好勢，並且喺2024年開幕日上場打擊。同時喺2025年重新個出現2刀流，道奇甲大谷簽來了，明年3月主場開幕戰，上架票價已經起超過1倍。 平均票價要到新台幣4萬，上貴的票賣到9628美金，換算台票是30萬。公視新聞鄭偉林編譯。CAR-T 細胞治療會當用來治療急性白血病、難治型 B 細胞淋巴癌。對今年11月開始呢，會列入去健保給付，額計819萬。 初步估計有100名民眾會當受到幫助。目前已經有頭一個病人申請健保用藥核准，是一名70歲女性。放射科細胞的醫師是得到微慢性大 B 細胞淋巴瘤合併肺癌，用傳統手術去切，還是化療攏無效，決定自費去做上新的 CAR-T 細胞免疫療法，後壁是恢復健康，閣當來工課場上班。不過，這個創新療法是真貴，健保署對11月開始，會當來納這個經過化價過的819萬的療法，15證實已經有第一個病人申請審查准啊。 這一次我們這個收到的這個申請，主要是大人的，他也是化學治療什麼都失敗了，準備要做的是這個彌漫性大細胞淋巴瘤。花蓮組織病醫幹細胞含精準醫療研發中心的主任李啟成講，這個病人是70歲的女性，61歲的時陣得到淋巴癌，能當前到花蓮組織接受化療含自體骨髓的醫師，但是今年9月底的時陣有復發的情形，11月替病人來申請 CAR-T 細胞治療，申請是真緊就通過，目前醫療團隊已經替伊抽 T 細胞，送去瑞士的總部來做基因的修正，12月2日細胞會送到來台灣。預備下個禮拜就要送回來，在1月2號就會來輸入 CAR-T 細胞，然後它就會像巡弋飛彈一樣哈，找到這個癌細胞，看躲在哪個地方，找到它。
然后把它摧毁掉，这样它是细胞对细胞的治疗。这项疗法是对病人的体内分离 T 细胞，透过基因工程，伫个 T 细胞顶悬，将会当锁定癌细胞的导航系统，再个大量复制，造成会当消灭癌细胞的免疫大军。李克强主任讲，目前针对真严重的淋巴癌，成功率大约是4成。为着要提高成功率，即摆提出来的是伫化疗进前还未受损的 T 细胞，所落来嘛会替病人来配合其他的抗癌治疗。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参透通过《运动产业发展条例》第24条之1条文修正案。那准这票款案呢，甲体育比赛门票塔关价去买，会罚票价上济50倍罚金。体育署甲体育协会认为，修法了后，会当确保这运动比赛门票正常流通，对产业发展有帮助。大型体育比赛门票往往真歹买，尤其大巨蛋启用了后，情况更加明显。为了阻止黄牛票真济情形，立法院15三读通过《运动产业发展条例》修正案，明定涉嫌卖黄牛票，还每一张票券名额上当50倍罚款；专卖免费一场的运动比赛票券，还每一张票券18000块以下罚款。经过总统公布跟我们的配套执法都发布了以后，那这个执行上就会有不同的强度，也彰显说政府在打击黄牛的决心已经有具体。体育署认为修法了后，会当确保票券正常流通，健全产业发展。尤其针对利用售票机器人来订票，相当会当处3年徒刑，还是并科相当300万的罚金。包含世界杯、亚洲杯，明年也都会有哈。那这也都可以预见，都是一票难求这样的一个法规来遏止黄牛。那我觉得对一般球迷来讲会比较公平。不过，亲像台北市警方到今已经查到上100件案件，其中一件警方叫做买主钓鱼掠到一个伫网络卖价1倍钱阿饮赛票券的人，互法院认定警方无真正买票的意愿，买票的人嘛无未成功，无法引起讨论。侦查的这种实务上面，是允许钓鱼的。我还认为说，这个警察呢，他们一开始去找这个卖方呢，其实就没有真心想要买这个票，不会有图利转卖图利这件事情。那因此呢，他认为这个要件呢就是不够。捌担任司法官的律师认为，警方较早依照社会法来侦办，可能因为法官的见解无同，出现法还是无法的情形。即马运动条例修正通过，也互检警执法有根据。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国父纪念馆这附近建筑物限定上悬就是60公尺悬，若要多建，可能是无建商要来。居民也呼吁讲，就要解除限制。台北市都委会14解除限制，按算明年1月公告施行，附近的住户也拢真期待。位伫台北市信义区的国父纪念馆，四周围拢是树啊、公园，是重要古迹之一。为了保持园区的景观，周边建物限悬60公尺，不过因为限制悬度，造成都景无法推动。为咗民众一年来拢希望使解除悬度限制，台北市都委会则是通过删除悬度限制，明年1月公告实施。原本的楼层就12楼，可是原来它只能放宽到60公尺，就是15楼，不太好盖啦。而且换句话说，那我们也会被限缩，等于说，因为我们20栋大楼的，等于说这是一个联盟，而且我们的目标一致。就是要解除限高，少了限高的建制，那都更的那个整个弹性就会变得比较大。对，那对于这附近其实都是老住宅来说，都更的意愿应该会再高一点。原先悬度无高，吸收用积也无多使用，加上无这个用积的吸引，成本又高，伊个对住户不利，也造成都更进度真慢。也毋过随这大巨蛋启用，周边的商区快速来发展。真侪人欢喜看到限制解除，像台北市周边建无限制悬度，要总统府后壁。比较特殊建筑物的高度管制的，还有像是总统府后方，那它也是考量到整个总统府周边的景观，大概从50几到70几不定的这个高度管制的这个范围的限制。国父纪念馆周边悬度限制成功解除，都发局提出配合计划，包含未来西南两边的建物，菜面色彩必须淡化来处理，东边的建筑原则必须要替4公尺深度的长形开放空间，并且种植树啊，来兼顾国父纪念馆周围的景观。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条新闻是真危险吼！这家人爱一路呢有一栋4层楼高真久的空厝，今仔是熊熊放弃。停伫咧头前的3台奥多拜，互倒落来阿摩托壁底歹，加在是无人伤亡。家人市政府表示讲，会针对市区内面较旧坑伫咧远的建筑物进行清点，确保民众安全。这经销接到通报了后，派人去到现场封锁起来，也建筑物2楼地板因为拢规个后期钢筋跋倒记载规个重量，所以就安尼放落来，加在是无人受伤。一若这栋厝已经超过60年，进前是制冰厂，10多年来一直坑得远。希望市政府请土木技术鉴定了后，认为这建筑物有危险性，要求所有人爱随拆掉，而且针对公安的部分，该罚30万。伫桃园的中立邮局这个旧地址，当咧进行改建，工程雪海附近的徛街，这涂骹壁拢出现壁损。住户也烦恼讲，会亲像台北大直建案同款，规栋厝起起。市政府表示讲，已经要求因停工路，爱甲这地基拍好在，确定安全，才会当继续施工。厝内厝外壁拢比较真严重，伫桃园中立区火车站头前的中山路甲建国路的旧中立邮局的工地边啊，附近的明体发现，因厝内壁地板拢有壁损，惊讲会阁发生像台北太基建设造成台地规栋明体落落去的情形。现在的梁柱就是龟裂的非常厉害，从上面到底都已龟裂位移。现在很担心，就是说，只要超过3级以上地震，一摇晃的话，整个就瘫了。旧中立邮局即马将要改建成这地下4层、地面9层的商办大楼。针对这件厝边的厝损害案件，警管处伫咧现场会勘了讲，土木技师现场判断，虽然监测的资料甲安全防护无问题，不过确实造成边岸厝损害，应该是满地基时阵震动到。第一时间点要求工地马上停工，并针对邻房做紧急的防护措施，然后及拟定复工计划。并且需要经过专业的技师工会确定安全无虞以后，我们才会同意复工。后续我们会做改善计划，然后把它加固，然后室内跟原本的鉴定报告比对，有一些损害的部分，我们会负责修复。警管处讲，建案附近的巷仔确实有出现路面壁、厝壁拢有壁损，经过技师研判，恐惊有地基挖空的疑虑，除了要求随停工，将厝边的损害修好。也要求复工计划要经过专业技术确定拢安全了，才当复工。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地区是台湾地震记录当中较高发生地震的所在。嘉义县有举办用棉起厝做模型对抗地震的比赛，让学生建立防灾观念，也会当学到科学知识。用棉条做的建筑模型，放伫模拟地震的机器顶头来测试，地震的规模会愈来愈大。最后，顶面阁要增加重量，要让模型地动阁会用，学生拢要平均甲食面钱。最重要的是，热熔胶不能用太多太少都不好。如果太少就会断，太多就会太重。之前呢，因为失败原因就可能就是因为基础搭得不够好，所以呢就有点容易倒。然后这一次就因为有这2根，所以呢质量块有点放不下去。这个比赛到今已经举办7届，内底嘛有学生已经连续参加3档。伊讲，因为伊住的所在较早拢有发生过地震，所以才想要透过这个机会来学习。这3年会一直来的原因，是因为我居住的环境附近有几个规模比较大的地震，像是1906年的梅山地震，1941年的中埔地震，1964年的白河地震，所以我想来学习一些关于地震的知识，还有知道房屋要怎么盖，才有办法让屋子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可以更坚固。做完作品之后，都会上那个简易的地震台去测试。那一旦如果有发生面条折断、毁损的状况，他们会去讨论为什么这一边比较弱。这一边的结构比较强，他们会试着去修正。每一次的失败，他们就会做出更好、更完美的作品。中正大学表示，棉条做的模型拢要经过5级以上地动的测试。即马学生的程度嘛是一年比一年悬，希望透过比赛举办，唔但互因会当有防灾的观念，嘛学习工程科学的知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台中市去年8月发生校园重大性平事件，有一名姓黄的校长20多年来涉嫌骨路站性资料性侵害的案件，监察院经公布调查报告，认定台中市教育局伫调查的部分有真侪缺失，通过纠正案。日本基金会表示讲，这调查过程有人泄露机密，已经造成受害者和体制之间的不信任。台中市姓黄的前国中校长涉嫌校园性骚扰性侵害案，去年8月，毕业20多年的 A 小姐出来指控了公开，监察院15公布调查报告，认定台中市教育局调查这个案的时阵有违法的所在，而且态度消极，通过纠正案。教育局是讲已经伫调查过程进行追究，会做以后处理类似事件的参考。性平会以最积极的速度，在4个月左右完成调查，并寄出重惩，将该师解聘。永不录用且没有退休金。在收到函文后，进一步了解监察院指正，作为日后处理类似事件的参考。监察院讲，姓黄的前校长为1993年至2006年，伫某一个国中教册，分别对 A 学生甲 C 学生性侵害，佮对 D 学生性骚扰的情况严重，佮有不当体罚。伫校外违法兼采补习，12号监察院全票通过弹劾，移送顶改法院审理。台中市教育局伫处理本案的时阵，明显判断错误，影响案件清查，抑佮求助意愿。性平会调查小组某一个委员甚至伫调查期间2遍敲电话予被害学生，违反袂使做行政程序外接触，抑甲应该闪无闪的规定。日本教育文教基金会认为，泄露秘密的事件明显有人指导，这个案造成受害者对体制无信任。有一个罗姓的性平委员2度打电话给我们的 A 小姐，这个到底是谁授意的？为什么会有这些的举动？其实这个都是有关联性的。我觉得教育局必须要真的要好好的调查，并且给台中市民一个交代。日本教育文教基金会讲，目前台中也有真侪件校园事件也搁伫调查，希望借由纠正案通过，督促教育局积极徛伫被害者的立场，扩大调查，维护学生囡仔安全，嘛互学校有机会恢复名声。记者综合报道。身心障碍者要找头路，若准无人协助，会较困难。为了要帮助身心障碍者，新德馆去年有成立身障职业重建中心，到达已经帮助135位身障者顺利找到头路。手提电子笔，甲纸顶的字变成电脑用的档案。专心咧处理公文的是今年27岁的小莹，伊是目睭看袂清楚，嘛互伊伫外口找头路。常常等的困难。在面试的时候，会跟他们提到说眼睛这方面的问题，然后他们就想说，来试试看。可是就是试过之后，就发现，的确就是没有那么理想，就是没有达到他们要的。后来经过新德馆的身障职业重建中心的训练甲协助，小莹唔但顺利伫管府内底接头路，而且参同僚之间的感情嘛介好。就是登打公文，就是有各处室的公文。那他平常上班非常认真，也很有礼貌。有时候公文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问他，我们想要协助他，他都说不用不用，他说他可以。身心障碍的好朋友大概从事的工作是比较基础的。那所以我们对于他有所谓的行政文书的训练、餐饮训练，那甚至这1-2年还有做所谓的清洁打扫的一个职训课程。那希望他可以透过这一些比较基层的工作，培养自己的实力。新德馆身障职业重建中心去年成立，已经服务300多个身障者，嘛顺利替135人找到头路。小莹希望伊的力会当鼓励更较侪身障者愿意行出来。罗工处也表示，有需要的身心障碍者，拢会当去重建中心找帮助，甲自信找回来。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减用塑胶等于是咧保护地球。台湾无包装的商店是愈来愈多。今年中山大学有一位校友因为学校支持，伫校园内面开一间无包装的合作社，这是全台湾的头一间，希望生活当中减用塑胶。
选一个家己喜的玻璃杆仔，摕杆仔底想要爱的物件，装煞就来柜台介绍。伫消费的过程中，拢是使用环保包材。中山大学校友刘静芬、毕业3档，今年伫校校内底设立全台第1间校园内无包装的合作社，为实在到日常用品拢有卖，消费者会当自由控制买的量，买偌济就装偌济，除了袂浪费，佫会当兼顾环保。若是讲我要求食一点点嘛是会使，啊嘛想要食很多很多嘛是会使。小的代志就会使减一个粪扫安尼，对生活中开始做这个代志。根据日式店家资讯平台统计，目前全台拢总有30多间无包装商店。虽讲即马环保意识提高，不过无包装商店伫台湾也是拄到真侪困难，因为消费者即马工课真无闲，无时间搁爱家己穿鸭肉、容器等等，这拢会影响消费者来消费意愿，无方便是上主要的原因。搁要去买物件，你搁另外款，其实拢要有时间。但问题是，有可能对一般的家庭来讲，伊就是上班的时间已经无法度，互伊有遐尼侪时间搁爱款这物件去买物件。即马的人应该是无习惯家己做物件来啦。毋过，就是因为即马有买饮料的时阵有折5块，所以大家拢会家己炸扣仔来安尼。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全球每年伫商品包装顶悬塑胶用量是4亿公吨，减用塑胶是全世界重要课题。无包装商店店家表示，伊想要推广的是中和搁再利用卖浪费理念，毋望消费者会当为生活中做起，重视环保甲永续。记者钟友辉、邱昭勇高雄报道。表列万里的花都摇，这个摇主呢是陈文辉。伊少年时阵捌参与过这党外运动，也做过立委，伊也创立这花都摇园区。来这游客唔但会当学到收费啊，也会当了解万里的文化，推广台湾生活美学。不过陈文辉伊伫咧12月14白岁，食到80岁。苗栗县花都摇的摇主陈文辉，因为肝癌伫12月14白岁，食到80岁。伊少年时捌参与过党外运动，勇敢对抗威权体制，嘛捌做过立委。陈文辉介意自然生态，加上牵手是花艺老师，为着要做出属于台湾的花秆花卡，伊就伫花岩山边仔买一块山坡地，伫41岁迄年起做花都摇园区，希望互大家了解社会的工艺和生态的美丽。台湾这个土地内底，本来人就有啥物树啊，本来人就有啥物花啊，本来。伊的地形地貌是安怎？照阮的原来拢不同去甲伊夹起来，安尼就对了。啊，教育意义就是遮，互咱需要互下一代哦，包括迄个哦，这个行行顺顺，知影讲较拜托的台湾的水伫对。花都摇园区以古厝的工法起做，内底保存火焰山特有的五叶青甲数百种原生植物。世界也通看到台湾的言语包括，嘛有环境教育课程，带游客亲身消费，了解原里的消费产业，和在地的选贵生态等等。园区的员工讲，陈文辉一生上大愿望，就是要推广台湾的生活美学甲智慧。伊希望讲，伫阮乡仔内底。遮咱古早时阵祖先传落来生活的智慧，拢会使伫阮乡仔内底，甲咱台湾即块土地的水，也个咱台湾古早时祖先传落来的一寡故事，豆豆啊讲，互咱一代，也个咱的后一代的囡仔拢知影。陈文辉创办花都摇园区，实现家己心肝头的梦。伊的助理讲，陈文辉捌讲过，不管是啥物人伫咧，也是无伫咧，这个园区内底所有保存的物件和工作人员，拢是伊的分身，会代替伊甲台湾的文化继续讲互大家知。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乡土作家黄春明，伊唔但介意写作，也介意创作图片，而且伊上界新的册就是结合着李纸来创作100图，结合现代诗甲手笔。伫咧2014年调监的黄春明一直坚持创作，破病经验甲多元的专长，拢成做伊创作养分。色水显白的图做背景，充满温度，用手写的诗，这是作家黄春明的新册。黄春明除了写作，也真介意画作，亲像这本册就是以黄春明的抓纸画做封面甲背景，结合现代诗、手笔，成做一本互人感觉神奇的册。咱水彩啦、油画啦，拢有画册，拢有画册。啊，我是感觉讲书画这种较特别咯，无人安做。啊，我要做
诗化了。黄春明的多才多艺，所有人都知道。我如果缺少这个出版的 idea， 就问他。黄春明今年已经88岁，以乡土小说出名。伊一个作品亲像后生的大仙翁仔、澎湖的滋味、看海的日子，拢是同人知的文学作品。黄春明就算2014年确诊淋巴癌，也是一直创作。对抗感情的经验，也能成做伊创作的养分。我是讲会翘起啊，我有做病中作乐，所以会当有做足济。这个掠纸的有一寡是我破病时离的，佫有写字啊，因为感觉迄真趣味，啊才甲下落。每一年的一天，黄万辉总是袂记得转来摒扫天顶，只是黄万辉徛伫溪边，甲天顶扫甲清清清。伫新册分享会，作家向阳也到现场，用台语吟黄春明的诗《挂梦花》。虽然黄春明年岁大，身体状况也无亲像少年时遐尔有活力，伊也是一直推出新的作品。亲像这本册已经是黄春明今年的第3个出版品。讲到创作，黄春明就元气百足，感情当中展现伊对创作的爱甲坚持。记者龚长水台北报道。伫咧瑞士，这规山片的牛伫咧食草，毋过牛身躯顶的铃啊，这声音叮叮当当，到暗时就变做扰乱民众的噪音。即马这个瑞士的中部阿曼郡地区就被决定公投，敢要来限制这牛铃啊的使用，也引起一场保护传统文化的讨论。木场顶悬铃牛是老实在在在食草，颔棍的牛铃是一直亮。瑞士的餐园风景，毋若是声真侪外国游客来，嘛有真侪当地的人对都市是搬到亲像阿万根这种所在，但是无想到牛群牛铃铃的声，所变做厝边之间的噪音纷争，引起保护传统文化的讨论。专创嘛要公投决定，敢是要限制牛铃的使用。Ma première réaction quand j'ai eu connaissance de ces plaintes, c'était un certain étonnement que ça arrive.Chez nous, à Arwangen, parce que je n'étais pas conscient que les vaches font beaucoup de bruit. We have bells from the young cows, and that's for the security for the cows. For me, it's important. 不过，这只大声的牛铃的声一直到暗时，阁一直亮，噪音的投诉是愈来愈多。有的居民希望饲主会当伫暗时甲牛铃摕落来，人在困的时阵卖吵。事实上，红叫做是阿尔卑斯之声的牛铃，原本是为着要互农人会当伫热天对踪山区的牛只。虽然讲即卖会当改用 GPS 来定位，但是充满在地的特色的牛铃，是当地的农业无想要放弃的传统。The question is how we as Swiss want to live our living tradition in the future. Do we want that to preserve that what our ancestors have created, or do we just want to put that in the museums? 牛铃的公投就要伫明年的6月进行。阿万根的村长讲，不管公投的结果安怎，若发现牛铃伫暗时的音量是超过噪音的水平，嘛是有可能叫有争议的饲主先甲牛铃拆落来。公司新闻港文翻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兰到新竹对14度到20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2度，嘉义到屏东对19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5度，平阳金门马祖对11度到2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